在馬太福音18至19節，按樣講釋迦啲係講你良心強隻心，結天統一隻心嚟格上帝討，那上帝在天堂等能夠祝福你良心，要隻真嘅心，而是你良心係合作強一隻信心嚟討上帝嘅恩典，討上帝開路，討上帝祝福，切間得到上帝嘅恩典，得到嘅福。因為呢個馬太18至20節，一樣用講釋迦啲啊，唯有良心生強下寫耶穌嘅名，耶穌要喺釋迦嘅重點嘅講，意思嚟講咩呢？釋迦嘅家庭良公婆，譬如釋迦要寫貨及武器，強下熱對對嚟禱告，嚟求主嘅恩典，嚟求主嘅憐憫，嚟求主幫持。佢能夠祝福釋迦，能夠開路門釋迦，能夠เป็น個聰明智慧，เป็น個心中嘅要品，釋迦要精神要健康，要開路門去做生意，或者做工，嗱釋迦得到要前途，嗱這樣嘅釋迦係求主嘅恩典，而相信上帝，耶穌基督，在佢嘅內中，釋迦要盼望，來謙卑求主耶穌，阿門。